中秋团圆，国民外交协会台南市会举办餐会，美国、日本、新加坡、马来西亚、印尼、泰国、菲律宾等各国代表拢出席。市长恩惠提嘛到场。喊大家斗阵唱歌，爱拼才会赢。今年台南400，除了官方的国际交流，民间外交嘛相当重要。今仔日真欢喜参加今仔日的活动，外交协会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。我们美国在台协会特别支持，不管是说在那个经贸民间或一些官方的那个来往都非常的密切。我们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跟台南有更多的一些合作。台南这个是一个非常多元的城市，很多多元的活力在，所以他希望说透过他的参与，能够让更多的台湾在地的人也好，或者是对到马来西亚做经贸有兴趣的人，可以一起来参加。今年国民外交协会台南市会嘛拜访侪城市，成效相当的好。那各国拢期待会当跟台南合作交流，外交部跟台南市府嘛拢支持肯定。我们台南市会，它成立的主要的目的，就是在推动国民的外交，来建立人民跟人民之间的紧密的连结跟关系，来协助我们政府来推动外交的工作。本着一个利他的精神跟良善的循环，期许我们以后可以再继续在这个国际都市里面做很好的互动，那拓展我们的国民外交。城市跟各位一起来为许许多多的侨民做好国民外交。协会创立46年以来，持续贡献国民外交专长。今年打算伫11月会前往韩国，并头摆前往位于高加索区的亚美尼亚，展开实质民间外交。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。